宜兰宜山乡的内城国中甲国小有一群囡仔受到电影《卡诺》的鼓舞，伫2016年成立棒球队。为新竹来的教练李玲，利用下课时间对小选手展开严格训练。第一年，棒球队的成员敢若5个，到成立的第4年，因就来摕下宜兰县艺术棒球联赛的冠军。来看因的故事。觉得球队里面的训练可以让他变成一个负责任的人。棒球是要把你的热情还有拿生命来赌的。他慢慢成长，其实蛮有成就感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带这些学生到全国赛。还没结束之前都要咬紧牙根。我是内城棒球队队长，手有几手，我叫钟家乐。来自宜兰南澳金家路是泰雅族人，伊利用休寒休热的课后练球，是全部野球队成员的必修课。你从侧边看那颗球就不会怕啦，不要正面去看那颗球啦。2013年，宜兰县英冠国中和内城国小并校，将做即摆内城国民中小学野球队。伫咧2016年成军，为当初的5人球队开始训练计划，伊毋是体育专班，煞利用课后时间练球。师长为着偏向囡仔完成梦想，小球员伫咧运动场关心擦擦楼，就是为着野球梦。我比较喜欢挑战一些有难度的球队，四处找人啊，然后连捅带骗啊，才有办法组成9人的球队这样子。从零开始的挑战，从无到有的球场，对偏向小孩子来说，他们当初真的，其实说真的啦，没有什么梦想，也没有什么目标。从小碎步往前垫步，教育他，然后让他可以跟学校接轨。希望他们在球技上就是很简单，我们希望我会带去全国赛。李玲是新竹人，国中、高中的求学阶段拢伫咧野球队。接到球2步就要准备要丢球的动作出来了，丢球动作完了以后，你再换下一个，这样了解哦 ？OK， 好，准备啊！伊知影资源少对偏向球队的影响。来到宜兰，和囡仔做伙伫咧球场拼冠军，是伊互家己的人生挑战。来跳一下 ，Go！ 冲刺那个要出来哦，前面那一拍，前面第一步很重要。他们每一个都很喜欢打棒球这件事情，可是要怎么样用打棒球这件事情去让其他方面能够让它相辅相成的成长上来？会练球技到攻守出色，内城野球队用4年时间，2020年球队摕到宜兰县顶的野球联赛冠军，见证有新地党圆梦的球场定律。球场外的包括态度、生活教育、品德教育这些，甚至学业上，我觉得这部分是他们比较需要去注重。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能够用100分的力量去做。但是有些选手他会选择我用60分，我就 OK， 我有做到就好。他那个丢球他丢准，他差那么多，人家怎么看懂啦？一样啊，你等下去后面波比跳20下，下一个。他不会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对不对？所以我常常会因为这件事情生气。旁边一步啊，你不顾球，你给我顾嘴包，那么羞啊，太扯了啦！啊，去旁边波比跳，去旁边波比跳。他手都给我拿这样子，越丢越低，你以后用这样丢好了。出力丢，不要这种的。丢准，那你每一颗都给我丢在那个4处的，我要从中这里的。到底在丢什么？你们要重练呐！无上严格，刚好愈严格，才让一步一步训练出厉害选手。我是内城国中棒球队的捕手吴一凡。一开始先练丢球啊，都不会丢球，怎么当那个什么手都没有。
吴玉环是副队长，和队长增加了同款嘛是泰雅族人。上一场比赛的打击率是多少？上场比赛我忘记了。 忘记了，因为我们只会为下一场的比赛准备，希望自己将来有一个健康的手，可以当投手啊。可以当投手。请做这帮选手来改善家境是伊的愿望。希望能打到最好啊，打到职棒啊，赚钱啊，养家人啊。你觉得教练对你们怎么样？很好。但是我刚看他练球都在骂你们哎。正常啊。你觉得自己够努力吗？ 不够，不够啊！再继续加强啊，没那么快。位在宜兰县员山上的内城国中小，在105学年度成立了棒球队，而且当初呢，他们只有5位的成员哦。后来他们利用一块原本杂草丛生的校地，打造成为如今竞赛和练习的场地。棒球其实也是一种技能。 他的学习不只在技能方面，他更多的是在一种抗压力。选手经历的那个高低起伏、那个高张力、高压力，有时候是我们成人一辈子遇不到的。我是非常喜欢，就是球队会胜利，可是我更看重的是说，每一次在球场上面，他们表现出来的，好让观众感动，让家长感动，好那种拼劲。那即使输了，其实也是一种学习。经历很多挫折啊。 然后就改进之后就有那成就感。那我常常跟他们讲，不管是顺境，不管是逆境，每一场都是我们的学习。打不好啊，然后一直被教练啊，然后陷入低潮。基隆飞怎么样用队长的这个气势去带领大家拿到最高荣誉？一直打，一直打，然后手背稳定就好。然后。 态度拿出来，每一颗球都要拼啊！2020年金龙杯开拍前的假日，教练当面指点，全体队员一定要在咧球场尽全力。然后里面投手部分就是尽量丢给对方打，丢给对方打，我们有守备，就算被得分，我们还是能打的。在裁判喊结束之前都不要松懈，把我们自己的球队的风格打出来。 这样，可以吗？内城队在咧金龙杯首战面对的5号国中是李宁教练的母校，球场顶的对决坚持到上尾，这是真真正正赢。换场前卫和杨灵敏拢是内城国中毕业的校友，因伫西湾高中继续因的野球梦。金龙杯开拍7日天，伊嘛来到球场见证学弟，继续为内城队写历史。教练主要是在教对事情的态度而已，不只是棒球，在日常生活或是在课业上面，你对你自己做的事情要负责任。可能变得比较成熟。 对啊，比较会负责任，对啊，承担球队这样。所以以前都是你们承担，他们都没有承担。对，我们以前压力超大，希望他们可以享受的去比赛就好了，可以去享受比赛这个感觉。 2020
球场顶心情唔敢放轻松，教练伫咧边仔紧紧看，球员皮拢变真红。又来了。 一垒后面，一垒后面，一垒后面啊！你守前面干嘛啊，大哥？今晚7局下半，我那分给他嘛4比1你啊！你又出局数，你守后面，等下打杀怎么办？哎，二垒手要跑，不要放松，还没结束。 7局下胜负关键伫咧专注，因为手臂若是无顾好，连续失分的效果，就真有可能失败，互升级之路充满变数。守得住吗？守得住。要自信哦，拿出来！抓紧的，抓紧的。哎，你再不挡，你再给我比手，你不挡就死翘翘了啊！ 国战时期的再见封杀，来城队摕到金龙杯头一场赢面。细分我离开，这样子我怎么敢？我以后怎么让你丢？我跟你讲啦，我很多比赛就输在你们学长身上，就是这样。爽，最后一局了，赢的打到输掉。你平常的累积就是你在场上的表现，那你平常没有累积，这边就没有起色，做不到。 那明天继续努力，好不好？好，谢谢校长。好，还没结束之前都要那个咬紧牙根。如果真的接不到的话，用身体挡可以啊，让他们知道棒球不是随便玩玩而已，是要把你的热情还有拿生命来赌的一个运动。 为每一场比赛做好准备，嘛一定要会记得过去失败的教训，互球场顶的缺点袂当出现。长期赞助来城野球队的台北西区福伦社，即天来到宜兰，和小球员拍一场友情赛。不管他们怎么丢。 把球打扎实，哦，就这样，以上，来准备啊，够。你打扎实，我们怎么守啊？你们要打擦边球。差不多就打了，差不多就打了，差不多就攻击了，差不多就攻击了。贵树叶旁看到日头光，就亲像来自各界关怀和帮助，总是互球场满满的祝福，和瓦紧烧热的温度。 就把球打出去，那个响亮声音啊，那个成功上垒，然后就很开心。让这些偏乡的小孩子能够有一个地方是我能读书，我又能打球的地方。选手在咧球场继续奋斗。辛苦，加油！那你觉得自己尽力是几分85.5吧。在咧野球比赛少年世决，无论赢或者是失败，拢在咧认真记录人生态度。撰写精彩的4名传奇。